你敢捌看过医生哈？有啊，感觉做医生足怕呢。我是感觉足歹啦。那呢？我以前囡仔读完，我就是高医生啊呢。我无看过狗做医生，我敢若有看过狗做医生。狗仔医生你创啥？伊看伊会晓，我嘛会晓无？当行动无方便的人做护健，陪看病的人，还佫有老人。狗伊是毋是嘛爱读医学院哈？毋是，因自细汉就爱去训练。爱安怎训练哈？你敢知影？我嘛毋知呢，就想要知影狗仔医生是安怎训练呢？你凡细咱训练了，咱嘛会使呢。对啊。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自我前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做人上介高。金姐，金姐，你娘甲我斗相共啦？阿高，你较冷静的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豆豆讲。哇，金姐，是安怎？狗仔会用来做医生？做医生感觉真放心呢。我嘛想要做医生啦。这我知啦。迄狗仔医生真正足厉害哦。不过爱个性真稳定的狗仔，真乖的狗仔才会当做啊。阿高，你是狗啊，你袂使啦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狗会使，狗都袂使。人我嘛真乖，而且我阁真巧呢。你无听到？我真适合无？金姐，你俩甲我斗相共啦。阿高，这嘛毋是我讲会使就会使啊。啊无，咱来去找专家问看卖啊，看你到底是毋是会当做医生。我一定会使哦。毋过，若是专家讲我阿狗袂用来做医生，安尼要安怎？金姐，那大家讲咧，人都无去啊啦。对了，第一个线索，狗医生的衫；第二个线索，牵狗仔的锁仔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狗医生的训练师。多妈做狗医生训练师已经15年啊，训练出来的狗医生超过150组。为着更较了解狗仔甲训练，佫特别去美国接受培训。要做好狗医生的训练师，爱少爱狗仔，嘛爱真敖观察。上重要的是，对人嘛爱真了解 ，EQ 爱特别好。你好，我是金蕉。我是阿狗。你好，我是狗仔医生的训练师多多妈。请问，恁遮敢有伫训练狗做医生？无呢，阮遮干那训练狗仔尔。毋过阮真好奇呢，狗医生到底是咧创啥物？敢袂使互阮两个了解一下？会当啊，来欢迎内底。这是阮狗仔医生的助理，遮顶悬全部拢是阮目前的迄个狗仔医生。哇，足多足高水的狗仔呢！哇，真的呢，大只细只拢有。毋过多嘛，要做狗医生，敢有讲一定要限定什么款品种的狗仔？其实阮无限定，毋过目前阮就是迄个斗犬类，无接受。所以，因拢免互注射血哦。毋免啊，你毋知影，其实啦，以国外的研究来讲，若有狗仔的陪伴，会帮助人心理啊，会健康，啊，搁有啊，狗仔会当帮助人做复健。原来如了，安尼爱安怎才会当做狗医生？会当来学会上课，学会有3个阶段的课程，有迄个基础班、中级班、搁高级班。然后上课上完了后，最后搁爱考试。考试通过了后，爱搁实习、兼见习，最后才会当变成狗仔医生。安尼听起来真正式呢。安尼，阮两个敢会做你的助手，来了解安怎训练狗医生？会当啊。
阿高朴树朴，我是朴树阿高。你敢知影？其实唔那狗仔会使做动物医生，伫台湾嘛有鸟医生哦，而且阁有马会当来做马术治疗。其实像狗医生同款，会当做治疗的动物，阁有足侪种的。伫国外甚至阁有海翁甲海猪会使做医生，甲人治疗呢，是毋是足厉害的？伊是命，嘿，即摆已经是狗仔医生啊，所以我今仔日带伊来，互你知影讲，做狗仔医生含阿伯做狗仔医生，伊的差别伫倒位？命医生你好。因为狗仔医生吼，伊是人含狗仔做伙爱客气，所以呢，因为伊要去服务嘛，你爱先知影讲，要安怎下指令。哦，对，所以我敢若伊的助理共款。对，无问题。啊，紧张跑一个，屁屁屁屁屁。你也真正足温顺的呢，拢袂惊生分的人。你啊，坐下。哟，这叫做坐下。啊，坐下哈，啊，趴下。应该是安尼。啊对。安尼我来试看卖。好啊。好，来米啊，听我哦，坐下，趴下，翻滚。啊不，也无这好。咩？坐来。哇，咪啊，真正有够厉害，啥物动作拢会晓。其实我嘛是世界厉害啊，这个动作我嘛拢会晓。咱今仔要互伊做等1分钟。嘿。所以等的时阵，你甲伊讲等，手势爱出去，吼，啊你说等的偌紧哦，忙紧。真的哦。系对，啊，咱你就走。你会当嘛共款退后，对，退后，啊，甲伊讲等，等。对，啊，若会当啊的时阵，爱互伊家己怪，爱甲伊讲安尼，啊，你爱欢喜安尼手势。 OK。哇，真的嘞！搁听有英文，哇，牛哦。其实每一只无训练过的狗仔，刚开始拢毋知影安怎做。上课训练了后，毋但狗仔会进步，主人嘛会跟咧进步。希望因经过多摆的训练了后，拢会当甲米仔同款牛。奇怪，你看哦，明明我的色比你较水呢，我的头嘛比你搁较大。上重要的是，我的衫比你较拍呢。你讲是安怎？我袂当做狗医生。今朝你即马要做迄个狗仔训练师。对，所以你爱第一件代志，你爱先学晓观察。啊，你爱知影狗仔伊到底在想啥，啊个伊要做啥物代志。多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早就准备这，嘿嘿。你啊，你上爱食四修啊，甲你博感情哦。基础班的时阵吼，是爱用足侪零食，喙食物仔是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咱上后边的时阵，袂当摕这物件出来，咱家爱靠咱的学乐。哈，无伊食物件，伊敢会听话？当然嘛是会当啊。安尼我即马要对倒位开始观察。互伊等5分钟，培养伊的耐心。啊，中午你爱搁做一寡迄个干扰。等。啊，甲学乐。巧咪啊！好，啊，你即摆会当行来行去。恰。你咧做即件代志，伊共款会叮当。叮当，我袂用走。对。啊不！有啥？出怪声袂使。啊，毋是，经等足久啊。等足久啊。超过5分钟啊，所以你拄啊无发现着伊根本要弹起来啊。啊，你要弹起来啊？我观察得到。对，伊若雄雄啊要爬起来的时阵，你着爱紧搁赶过甲伊讲等。哦。我发现多妈真正足够观察，有路的所在也是假的动作，伊拢会随点出来，而且要求调整。看来要做一位狗医生的训练师，真正有够无简单。哦，真喘呢！咩啊？你看，这是阮阿嬷要互我的四手仔呢。
拢是我的哟。可惜你袂用个食。欸，唔对啊，我若是做医生，我都袂当食四修啊呢。哦，安尼我这包遮大包，还是要安怎？哇，哦，煞去啊啦！做医生可能无适合我呢，我也是做别行好啊。咪啊，也是你较适合啦，你要好好啊做哦。按即摆环境有车啦，吼、有人啦，行来行去较复杂，所以这个时阵有可能讲咱若落指令，有可能做袂到。做袂到。对，咱就用上简单的先用实物引导的，有食着，伊就会当甲专注力下伫你的身躯顶啊。嘿，安尼样做啊？做看卖啊？嘿，咪啊，坐下。哦，好棒！熬诶。哇！对啊。等一下，真正你拢无注意到，你看人伊会惊啊，对无？人伊较介意啊，对无？所以主人咱拢爱注意到这点，吼。因为伊做想要看伊的，伊做互动的，对无？你爱先叫伊坐下。坐下。好来。对，嘿。你用介说，你伫边啊嘛，免紧张。对，嘿。好佳在有多妈的协助，我总算知影是安怎主人是狗医生的助理。因为狗仔袂晓讲话，伊的情绪甲反应，拢需要主人替伊表达。有啥物问题，嘛要斗处理，都袂输是狗医生的现场反应。报告，多多妈讲会当安排狗仔医生的模拟考试，互金鸟试看卖。唔知影金鸟敢会通过？金鸟阿狗，世人上界狗。一般的狗仔医生的考试，无相关的人是袂用的入去哦。金鸟，你要加油啊！我有准备好食肉干。考试袂当用，啊？考试爱考的就是你甲伊之间的信任关系，加了。对，好，安尼你即马带伊行去，搁行转来。啊，第一你爱注意你的迄个锁啊，袂当伤暗，你嘛袂当家扭。好，咪啊，行来，行，对我行。啊，你的锁啊，有小可较安心。哦，小可啊，对。对我行，啊，对我行，慢慢走起来。安尼敢有过关哈？勉强会当啊，好赞，棒咪好，啊！安尼即马会当叫伊坐咧。咪啊，坐下。金鸟唔知影考了安怎？即马带去阿嬷遐，阿嬷讲要甲伊热毛，啊，你爱甲阿嬷开讲。阿嬷，这只甲你共款拢长毛的呢，足水的。咱若去服务的时阵吼，有一寡阿公阿嬷看到哇，狗仔医生来，因会足欢喜的，规个人拢会围过，啊，所以你爱伫遐爱互咪啊稳定伫遐。伊就是吼一只足高水的狗。大约是安尼啦。啊，你感觉考试的过程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咪啊较厉害。我爱搁练习几落遍，处理起来可能会搁较流利。所以考试最主要是考人，毋是咧考狗啊。我若表达较清楚，伊就知影我要创啥。对。啊，加在甲咪啊一组呢。金鸟，金鸟，我就想你呢。你知影无？我伫外口足烦恼，你会紧张呢。我嘛足烦恼，你会考无好呢。我嘛足烦恼，你若万一紧张想要变数要安怎？啊，毋知影变数。多妈讲去服务的时阵，拢是主人家己带狗仔医生去，所以伫考掉狗仔医生了后，为着互大家更较了解伫服务时会拄到的状况，佫会安排课程来教大家伫现场要安怎处理。若是拄到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协会嘛会斗相共。恁即马对狗仔医生有小可了解啊，对无？啊，因为今日想要做助教，我较等有一个基础班要上课，啊，你着爱对伫我的边啊，爱会晓观察狗仔的一寡行为，所以你除了爱观察实习，啊，你该写这份报告。哦，好啊。多多妈，
我哪在话咧？你哦，你个细汉，你若有兴趣，忙紧，后尾你就对伫个金蕉的边啊，好不好？好。顶家已经教4个动作对无？先验收，来呢，迄个奥利奥先来。来，所以不给啊。金蕉，你看，迄只狗啊，足够水的呢。因为伊足急的，咱就卖急。坐下。金蕉，金蕉，你看迄只。金蕉，我想要去变瘦呢。这是你写的观察表对无？毋是，不是吗？是太紧张嘛，就像伊是米克斯嘛，你顶管有啥陌生环境较警觉。嘿，敢若伊拍个遐尔，伊就做袂到动作甲指令，要安怎互主人建议？就是伫咧无人的所在，甲伊练习。啊，久啊，伊可能就较袂惊，当是安尼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咱有当时咱互主人有信心，主人有当时做袂到，伊会感觉伊做挫折的。但伊伫遐讲，你看你也做袂到啊，做袂到啊，安怎？伊伫家念的时阵，有当时主人就会感觉我卖来好啊，卖来好，就惊迄多猫较歹的。对对对。除了狗仔爱有耐心，主人嘛爱有耐心。为着训练，同款的动作爱一直做，做到对为止。不过我看多妈应该是上有耐心的。因为伊着爱一摆搁一摆，教遮尔济狗甲主人。我的狗来上课的时阵吼，伊讲一句话，我惊这后一届都唔敢来上课啊。现在讲啥？伊讲松绳，我就把说要放掉啊。伊个就派甲讲，樱花妈妈，你为什么把绳子丢掉？我就惊掉啊。你不是叫我松绳？叫你把手啊放互零。伊讲的伤简单啊，拢记一面腔，人才听有。伊上课时阵吼是一板一眼。足严肃的，毋过就足认真的。我的朋友捌甲我问过讲吼，你吼为什么要选多多妈的课吼？伊足严的呢。我讲，因为吼，我感觉我反应足慢的吼，老师若无直接讲吼，我拢听无。听无。老师直接讲我甲我拄一个我听有啊。伊拢观察甲足仔细的吼，我的问题是啥咧？马上就讲。老师真正足严的，毋过我真诶足多谢伊。一路来，所以对我有拍无啦，对我足严格，拢有甲我讲，一步一步甲我教起来。听讲你后摆嘛想要做这训练师呢？对，因为我看多妈足认真咧教，真诶足厉害，我足佩服伊，所以我想要甲伊去学。真正阿狗，有明仔合会要去迄个学校做宣导，你有兴趣无？买当和我做伙去啊？好。咱来欢迎英辉。讲话对吧？伊的职业较无共，伊就是医生。英辉嘛，跟恁同款嘛上过课。咱即马同学上有兴趣来，咱会当先来。来，你3项拣一项。来。这个拍来个阿手，你要对一项。阿手，好，来，走。我手。哦，讲我医生买去护理之家啦，还是养护中心，陪即个阿公阿嬷做一寡活动啊，福建。阿公阿嬷因咧做福建的部分，其实脚若小可硬起来，就是爱运动到因家。来，咱英辉对遮行过。英辉行过啊，英辉敢会甲我打着吼，还是我的脚是毋是会去甲伊踢着啥物货？所以这个时阵，阿公阿嬷因对足欢喜的。恁敢有人脚去互迄个英辉打着？无吼，表示咱遮阿公阿嬷袂歹。即马看到狗仔医生训练的动作，就是阿摆伫病院甲一寡单位服务的时阵，互时大心情放轻松。搁较愿意起来活动，对因来讲，嘛是一种真好的陪伴。5、4、3、2。阿狗拍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妈。
哇，足舒适足水的呢，这是倒位哈？这是阮兜啊，哇，外口的风景嘛真水呢。所以我得家己穿早顿，然后坐伫遮放轻松，看一下外口的风景，啊，伫遮好好啊食早顿。所以这是你伫厝内底上介意的所在。对，无错。啊，有当时我咪伫遮倒咧啊，看外口，全身躯拢会当放轻松。无你倒看卖啊？到你敢要做伙倒？好好。哇！这个环境啊，狗仔伫遮应该足放轻松的，拢伊是因的物件。哦，对啦，行因的迄个啥，行的骨头有无？所以这拢爱有迄个止滑的功能。因为多多即马岁数较济啊17岁啊。17岁啊。对，嘿。啊，你敢会记得你第一摆是介熟悉伫倒位？伫高雄，小姐迄阵较大差不多3个月啊4个月尔，伊是红蛋伫咧水沟边嘛，啊去鼓起来嘛。听讲伊是你做高医生训练师的原因。对，迄阵拄好嘛是公司介绍迄个啥狗医生，我想讲，是毋是伊嘛会当去病院内底去服务人到3工。对。伊即摆是看无啊？即摆一蕊是应该是无啥看会到啦。伊进前个较迄个体力白无好的时阵，就变成规个拢倒。啊，有当时伊小可会安尼一直洗，我就徛伫中做一个柱子安尼，互伊伫遐洗。伊安尼洗，啊你心情嘛较好。嘿啊。有当时伊嘛是可能故意要洗互你看。啊，即摆伊老啊，无法度讲当对我世界拍拍照的时阵，换我陪伊。为着多多。多妈除了训练、上课、甲协会工课以外，其他的时间拢咧甲伊照顾，甲多多照顾甲好势好势，看会出来多妈对多多的感情实在足深的。对啊，我后摆嘛会安尼好好对待阮家的阿狗，希望伊一直健康平安。狗仔医生的训练师，若搁选一遍，你敢会搁选即个工课？我搁有当时会想讲，我啥无较早去当着即个工课的，我感觉即个工课真正足趣味。你感觉趣味的所在伫倒？其实伫咧训练当中，我感觉人含狗啊，共款拢是一直成长的。包含讲我进前个性足歹。然后我嘛是足急的。啊，毋过我做狗仔医生的训练师了后，我加足侪耐心的。以前我可能较一针见血，对这厝人讲话，我是希望伊学着好的。啊，毋过我无应该是去甲插着，我应该爱用安那讲的方法去互伊去学着，这才是上重要。做这训练师，就是因为你的第一只狗多多嘛。对，因为年岁其实已经嘛足大的，我有当时我拢会甲讲，伊会当毋免遮尔辛苦，我嘛知影，伊已经陪我遮尔久啊。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讲，伊真正若离开的时阵，我是陪伫伊的身躯边的。有当时啊，惊你艰苦，害你也无伫的，伊开走咧。你莫害我嘛哭出来。要训练一只狗医生，爱开足侪时间，爱有耐心，阁有爱心。上厉害的医生无一定会开药啊，是直接陪你、听你，互你笑出来。这就是狗医生。上厉害的训练师会当了解狗仔的心，带狗仔互搁较侪人关怀。实在多妈10多年，发现伊比以前搁较放轻松咧上课，搁较自在咧生活。讲到狗仔，阮两个煞目屎拢流落来。咱爱甲对狗仔的回忆变成一种力量，一种会当互人幸福的力量。多妈，我甲阿狗找一项礼物，想要送你。坐着阮迄卡，逐工拢看着阮伫你身边，甲你加油哦！加油！希望你会用训练搁较侪训练师，互搁较侪人幸福，搁较侪狗仔幸福。好，做伙加油！